嘎嘎有好势，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哦，你又见面呢吼，大摆见面都当欢喜。对啊，我想咧真表咁按奖，你乜嘅啦？你係我來發嘅圖哦。哦。係啊，佢講媽媽，你上班時愛帶一本雜誌。阿爸，我啲。嗨，阿爸幾多看哦？哎呦。唔講有蠻看啦。其實青菜啦，不做的。聖言的嘛，哈，看我都可以解釋了。啊，弟弟畫得好好哦，母親的河流啊流哈。跟你弟畫圖的三顏色係乜嘅？我弟就係用你係來教佢啊，畫圖嘅三顏色就係紅色、還個藍色、還個黃色。係，還有啊，我會入樣三顏色係乜嘅？你嘛？橙色、藍色還有紅色。哦，有冇共用哦？講完，懂啥跟你是東西沒有三顏色。是東西喲，橙色、藍色、紅色。啊，所以香港三隻色。好。黃綠紅。黃綠紅。不是那個王力宏啊。黃綠紅。黃綠紅。哦，黃牆崩。你有冇組隊出聽人家老公，另外最矮啊，怎麼會有王力宏呢？好啦，還有食物。哦，對，食物，講到食物，那啲搶到兩個男人哦，他們就用這三原色食物三原色做出好食的料理，唔但搶好寬，還有好食。搶出來好嗎？好，分享的男人朴哲男、朱慧珍，朴哲男、朱慧珍 ，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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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慧珍你好，你好，看到笑，看到笑容啊，就知道哦，這世界多美好，有很多很多漂亮的顏色哈。朴哲男，像朴為你，草頭底下是3點水，在一個府，那位你哪裡人？彰化田尾人。哎呦。唔係客家人哦，不是，跟閩南人，跟人家客家話講爛吼，還是你只會那一句？只會2、3句。哎呀，但是已經很棒了，歡迎你來，歡迎你來哈，安子噻，什麼嘢什麼嘢，哎呀，什麼嘢，哎呀，真嘅乜嘢？我愛上客家人，不用講出客家種，哎呀，真嘅怎麼？哎呀，真嘅。好，真係要做飛陣姐姐，飛陣姐姐，哪位客家人？我係富僑人。哦，富僑啊，講開了解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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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都對了。你有沒有感受到我剛剛的感受？有，動眼睛。嘿呀，老公，剛剛亮仔有談到，我盡量說一下，你大概聽得懂吧？好，可以哈。我剛才說，我說這個食物也有3原色啊，就是黃、綠、紅哈。可是請到2位來，一定要好好的介紹一下這食物的3原色跟2位有什麼樣特別的關係呢？這個有一個故事。好，對。跟你做用客家話講。做的，馬個故事。嘿，馬個故事。多年前哈，差不多2、3年前哈，我跳港用認識在地的小農。哦。然後緊緊去簽到了這小農呢親自栽種的食物。哦，去簽到幾多種嘢食材，哈，又當安全、當健康的，比如講有風菜頭，比如講有 tomato， 譬如講有青花菜。還有黃埔，有冇？就是這些原色組起來，所以龍岩你講，其實你吃的東西，唔單將吃到你暗好的食材，還吃到嘛吃到七彩的人生。好，不說講準備出嚟3種顏色，你剛剛講的嘛，黃色、綠色、紅色，我們來做料理，好不好？我們就開始嘍，好嗎？第一道菜我們先做什麼呢？瑪格麗特披薩。哦。瑪格麗特啊，瑪格麗特是粉紅色的感覺哦，是不是紅色的感覺？對，紅色的，所以會用到紅色的 tomato。哦，那為什麼要叫瑪格麗特呢？這個瑪格麗特，這個是古時候的一個故事，就是相傳1000多年前啊，那時候一個皇後叫瑪格麗特，是，然後她到拿坡里王宮度假的時候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披薩師傅做了這個3種披薩，那其中一種就是用番茄
红色的番茄、白色的起司，还有那绿色的罗勒叶，就像意大利国旗3个颜色去做这个披萨。那他觉得很好吃，就问这个师傅说这个披萨名字叫什么？那师傅就想说那就叫玛格丽特披萨这样子。真的好会拍马屁，不是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而且是国旗嘛。对。讲说实话来讲，还讲很正经故事，嘿哇，你去参见皇帝或皇后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战战兢兢，我们总是要讨好一下嘛，不然拜托好吃不打紧，那被杀头的哈。古手工人传下来，好来，开始来做哈，来。那我们先来做饼皮，是我先用面粉铺一点熟粉，避免粘连在这个上面。对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老面发酵的披萨面团这是师傅特地带来的，对，老面发酵的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吗？应该要怎么做？做久的都可以。非常好的回答。这个披萨呢，我们就是用老面，它就是隔夜发酵，它让它的微生物慢慢去分解，然后产生更多的有益人体的酵素。那卜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的面皮，我们看到有一些黄黄的点点，它是？因为我们为了让它有更高纤的那个食物，可以让我们进行消化，所以我们加的那个全粒麦，就是真正的全粒麦，真正的麦粉。对，它是整颗麦下去研磨这样子。所以看起来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，比如说很纯白的啦。对。那它是很健康的。是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。你要什么？甩饼皮一下。要甩饼皮了吗？对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变装一下。很酷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太好看了吧？需要吗？他说我要甩饼皮，我也要甩这边吗？饼皮在这边。先甩帽子再甩。你知道我们准备要做慢动作吗？那你可能要小心了。哎呦，错。好。我们这个饼皮的 Q 度是这样来的。对。师傅做这个多久了？做这个已经有10几年了。那这跟我们一般，譬如说在做印度甩饼的那个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因为每个那个做法的话，它有每个做法的那个手势。其实现在甩的这是因为简单的手势。一般来讲，你们都要甩几次在店里？不一定，就是看饼皮的那个厚薄，还有它的筋性的松弛度。那我们就是让它休息时间够长的话，它筋性会比较松弛，就比较好松开。如果你马上把它搓揉，等一下我们又把它搓揉，它筋性又保持住了，它就会变很紧，然后又回去，你要从头来，要从头擀它，要松弛。好，现在饼皮现在做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切主角番茄。好。那一般来讲，像我们在吃披萨的时候啊，都有说我要厚饼皮，我要芝心饼皮，我要薄饼皮。可是传统的来讲其实传统的来讲，我记得应该传统的都是薄脆的饼。薄脆的饼。那是后来我们台湾人或是大家一直研发，希望有新的口味，才有什么芝心饼皮啦、厚饼皮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看你皮做好其实太卡做得看个皮因为你看那个皮。我觉得非常厉害的是，你看师傅刚甩的时候，虽然好像不规则，但是你看它维持很好，就是那个弧度。好，等下不用要放，我要叉子，好，麻烦一下，没问题。师傅用叉子在饼皮上戳几个洞。用眼同做係味道嘛改呢？对，因为我们饼皮它里面在发酵的时候，酵母会让它产生那个气孔。那如果你没有戳动，东西不够重的话，它会呈现不规则的气泡。那气势或是那个上面的料就会歪来歪去，歪得很，就会乱动来动去。对。而且这样子受热也会比较均匀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涂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涂的是披萨酱。披萨酱啊？对。这披萨酱是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就是煮番茄。番茄打成泥，然后加一点点香料，意大利香料也好，或者是披萨的香料，是。那有调咸味吗？会，有的你要调一点咸味的话，酱也比较不会坏掉。因为我们可能一次做很多，不见得会把它用完。对。那你冰箱的话，冷藏可以冰个几天这样子。是，好。那我们再来就是要铺罗勒叶。好，就是罗勒。品种很多了，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话，俗称9层塔。对，哇，这9层塔叶子很大一片。对，
那我们量期大约布一些就够了。慧珍妹妹，那现在就是说店里面所有的食材都是跟小农一起合作的。某一天呢？某一天哈。对，因为小农一种的菜，有时候是因为对有机的，那我们就说尽量所有的食材我们尽量都用它。哎，你像翁铺啦，还有前阵子还有甜椒嘛有，然后爆香，五日我们都会用在那个火锅上面，对。然后按照季节的不同嘛，哈。对。好，现在朴师傅呢，刚才先铺上一层的是 cheese， 对不对？这个 cheese 是什么呢？这个是mozzarella cheese。对。好，铺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再把番茄铺上去，是就可以进烤箱了。对对，其实很简单的。很简单呢。对对对，但是简单里面也有不简单啊。对。比如说揉面团的技巧啦。是。切番茄的厚薄，还有烤的时间、温度。对，还有特别是什么？譬如说刚刚，对，这都是技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烤箱要预热上下多少度呢？家用烤箱250的话，大概烤10分钟到8分钟不等。那就麻烦依依喽，8到10分钟好了，不算10分钟。我比较喜欢吃脆脆。好，麻烦依依哈。哎，妈妈刚刚有谈到朴师傅讲的哈，家用的发上下度，再说一次多少？家用的话，一般的上火250，下火250就可以了。上下火250，烤10分钟左右的，因为大家家家户户都有很好的烤箱嘛哈。好，放进去烤喽。10分钟之后，我们要吃玛格丽特披萨。哇，10分钟够好嘞！10分钟过后了，慧珍妹妹，哇，你看你们的披萨在我们家也可以烤得这么漂亮哎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漂亮，是。哎，整个那个番茄是陷进去的哎，对，整个很像一幅画，真的很像一幅画。好，盛盘之前，我刚刚看到懂特别的，我要请慧珍妹妹人太敢给这个哈。这个盛盘我觉得很特别，这个木头是这个呢是我们挑干用特别去南埔，对，请人家采这个就是樟木。樟木啊？是。有吗？有吗？哎有哎，非常可以驱蚊。这樟树的味道很香，特别香。你有没有特别用俩树的呢？树条？我们的披萨其实都是用龙眼木跟荔枝木一起去烤的。披萨的香气就是会有多一个木头的香气，那希望这个香气可以延续一直到披萨出炉的那一刻，所以我们特别盘子的部分特别去采了这个所谓的樟木，希望披萨在盛上樟木之前又多吸了一个樟木的香气，不同的香气，是的，要有别于一般的龙眼木啊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已经闻到香气了，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同样哦，盛盘上桌。哇，看起安那起來，種 Q 彈嘅，梗係。係啊，我家看嘅披薩，雖然講泡泡嘅皮哦，我冇想到，烤出來其實它有點厚度的。好，那師傅要幫我們切2刀嘛，就是切一小片，讓大家看看那個切面。這就是一幅畫啊，好棒。好，我真的很想讓大家看一看，這個切出來以後是什麼樣的感覺。有嗎？有。來，等一來，請朴主廚告訴我們媽媽們，你要請大家吃的是什麼呢？瑪格麗特披薩。來了。有没有闻到味道？有，很香。那我们要加一点水。加一点水。好，等下看哦，你看呢哈，不用客氣。哇，好漂亮哦。看着比較跳舞嘞。蛤蜊都已经在开了，真的在跳舞，真的是在跳舞。那蛤蜊如果开的差不多以后，我们在下面。是。你看它呛色，好漂亮哦。冻酱哈。哇，其實媽媽啲屋卡做本身顏色，每次都沒動風片。
请用，谢谢。还活跳跳哦，跳舞，跳舞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好吃哦。吃得到新鲜。怎么这么好吃？而且刚刚朴主厨的那个面皮甩得太好了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你刚刚只是在那边甩几下，不到5下6下吧？差不多。哎，有动 Q 吗？是我喜欢的。然后呢，面香非常的厉害，加上我们刚刚一开始说2头黑红色为主嘛，那个番茄啊香甜到里面，我觉得我在吃一幅画，真的。嘿，是的，都盖 tomato 韩国来7天在改用梅，它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食材。完全不会欺骗你的舌头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小农太厉害了，就因为小农用心种了这些，所以你们才能用心做出这样用心的料理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总算我开胃了。要有新鲜的食材，我们才能做出好吃的料理。真的耶！我要 Tabasco。你不是都会自己带吗？哦，我今天没有带出来。不过吼，讲到你的新鲜嘅食材，如做披萨。那就又去台咯，有什么新鲜的食材料理走出一台里面吗？要做那个松子蒜香青酱蛤蜊面。什么？赶快咬！很害怕，等一下吃到。口水吗？有，松子哎，又有青酱啊！赶快来做，欢迎我们做。松子蒜香青酱蛤蜊面，那讲到青酱，就伫家讲到的嘛，红色的油诶，掠出来强色的，其实好食意大利面的方啊，大摆去传统啊，一定会点的就是青酱，因为青酱算是一家餐厅里面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精神，因为有青酱，它可以搭配很多海鲜呐，对不对？或单吃青酱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厉害。所以看到你按多的东西就底哈。好，师傅先切哪一个？那我来先切洋葱。好。反正这像梅子啊，吼，就是像基本可能按到嘅食材啊。当然，頭先就講到，你要點讀嘅食材，相信會運用啲小農，佢要種出來嘅東西。你昨天問一下嘛，你要點讀嘅理念係用辦到老兩的小農合作。聽話要講到，該認識到兩條小農有冇？小農提囡仔嘅種嘅菜是冇按多，好，我就是盡量都係點地貝，用到點地貝食材地貝裡。然後，我就點地盤呢，我準備個到去就做一下小市場，做得當做一個銷售平台，銀行都來食盤食包嘞，是都在賣新鮮現成的食材，賣轉去自家做。我知咧，就係講你要唔單淨係老了的小農賣幾條嘅食材，哈，來到店度，還係用你下來消費，就做本幾條食，幾條點嘅東西。它時候咧之後，感覺了條菜動氣動新鮮，哈，就會想講，咁我會如何了條小農哋嘅擺攤，然後擺市集，就做得到幾條直接賣轉去，食到又安心，賣轉去自家煮，咪當安心又健康。對，不過按樣嘅理念，按樣自吃下來會易辛苦嗎？動辛苦哦，不過大家都動辛苦啦，我哋嘛盡量。那希望主要還是希望，大家有食到健康。動力性其實就是提供一個產銷平台嘛，我們需要食材，他們需要一個市場，好，大家就共同來合作。好，所以現在我們需要就是告訴大家，師傅咧，蒜頭切好誒，蔥頭沒切好，等下炒麵呢哈，你要蔥葉嘛該你對嗎？蔥葉出來做我們的青醬，青醬懂有沒有做哈？太嘎講青醬的基底是什麼？我們要先放9層塔。好，然後呢？然後我們需要橄欖油。好，謝謝。我們先倒一些橄欖油，一點點就好了。對，那如果不夠的時候，我們再加，才不會太油。超。師傅，一般你以你的經驗來講，剛才這樣子的9層塔要加多少的油呢？差不多。這樣的話，大概就是100公克以內。如果以這樣的湯匙來算的話，大概有10湯匙以上。好，10湯匙。對，那我們來放
这个是帕梅松70本哦好帕米森70本，帕玛森 cheese 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要放什么呢？我们把所有材料都一一放进来。好，再来就是松子。松子很重要哦。对，师傅，松子有先烤过或先炒过吗？要，因为松子炒过、烤过、加热，它会把那油脂逼出来。那油脂经过加热以后，才会有那个香气。那像我自己很喜欢吃松子，我多放会不会影响到我青酱的口感？会，因为你松子的那个味道会盖过9层塔罗勒的味道。那如果说我们在家，我要怎么样抓这个比例比较好？比例的话，像我们刚才做的，大概这个是1到2人份，那我们大概是1汤匙左右的松子就很多了。当然如果你没有松子，就可以放少一点。紧接着要放的是什么呢？酸条米。酸条米哈。蒜头我们大概看每个人的喜好啦，有人喜欢吃辣一点，口味重一点就多一点。多一点。对，那一般呢我们就放个5颗左右。就平均。对。味道有了，好。那我们最后就再加一点点盐。盐哦。好。一般到这里就可以了啦。是。那如果为了让它颜色保持比较漂亮，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。因为9层塔经过我们这样打碎以后，跟空气结合，氧化。对，氧化，那颜色会变得没有那么翠绿。是。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不要让它氧化的这么的黑哦。不要太多，因为太多会太酸。对。太酸就会变泰式。对。泰式意大利面。好，你不用阿姨，那要加水吗？不可以加水。对，这个就是很多婆婆妈妈要问的哦。千万重的加水哦哈，因为你加油哎，这样子会油水分离，哈，这个酱就完全不能用了。对。好。再把它拿起来看看。师傅，我们这样看要怎么样看它其实已经好了？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大致呢已经有差不多碎了就可以了。你搅太久，它就容易跟空气结合，就氧化。是。蒲师傅，那一般我如果我想要量打多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我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浪动。那要油封，就是装罐子，你上面再倒一点点橄榄油。不要让它跟空气接触到，不然就会氧化了。对。那我们来，开始要来做炒面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需要一点点橄榄油爆香。谢谢。好，橄榄油。因为青酱已经有用油去打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下的油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了。锅子不用等到太热了，因为现在这种平底锅都是不需要等到太热就可以用了。因为传导很好哦。蒜條、香港條、生嘅葱條，洋葱係葱條，全部不用下去咧。那我们稍微炒到那个有一些香气出来就可以了。不需要爆得太久。爆得太久就变热炒了。对。那个颜色起来也不太好看。有没有闻到味道？有，很香。而且洋葱啊，一定要先爆炒过，一定要先炒过。再我们就可以直接放一些酱下。是，先放一些酱啊。如果等下不够，我们可以再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师傅呢已经事先准备好的。对。就是你刚刚说的，譬如说它接触空气久了就会是这样子啊。然后不够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加，师傅这样应该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只是颜色不好看而已。那我们要加一点水。加一点水。即係按做一段時內啊，不用冷凍，就得不用幾久。差不多1個禮拜就得咯。最多。就得不用到1個禮拜。對。那很快就滚，因为我们水不多。对。那锅子也很热。而且我们的面已经先煮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妈妈，你喺地方开饭，做得一边做酱一边咧煮面，你啊睇下看家家有是看研究的，你应该提供你工序很用慢用做面，其实不用下去煮当夹。留起来的时间，如果要泡冰水就泡冰水，不泡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直接用炒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哈那汗呢，不用下去。
我是到啊，吼，就里头才最麻烦嘅步骤係乜嘅？係乜嘅？就邊去睇看。我吃到黑做酱。係，我覺得最難的是挑9層塔。一凍到仲要讓你點點啊，所以頭凍到誒。來攏講，兩歲飛珍妹妹講誒，你如果跟小農合作，其實冇兩問題。好，你說你是鹹，係啊，超毛，你把就是最好的東西啦，你根本不用擔心。好，你看哦，你看呢哈，不用下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看着你在跳舞嘞，蛤蜊都已經在開了，真的在跳舞，真的是在跳舞。那蛤蜊如果開的差不多以後，我們在下面是，我們檢查一下，有的蛤蜊它不會完全開，嘿，檢查一下，檢查一下哈，差不多了，那我們就可以了，因為不要煮太久。對，哇，真緊嘅吼，對食材界咧嘅見識啊，就會用在特項料理當中。希望煮好送到人他嘅面前食嘅，世界全部都係好食，有氣概。係啊，你看看醬色，好漂亮哦。醬哈。其實如果你喜歡吃海鮮，每週的不用下工，也可以放蝦子，對不對？或是放那個。手段誒。對，好。哇！就有的人講麻煩吼，你就做在神農學托起了，就把肉拿下來哈，就怕麻煩。對，就在設在時間它方便。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樣原汁原味。可是拿起來吸的時候，也吸得到那個蛤蜊裡面的那個湯汁啊，配上青醬，鹹鹹的這樣。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分量。是。快大澎湃啊！可以呢。蛤蜊可以撐起來一些。對，等一下你就看好大一盤。哇，其實媽媽啲屋卡做本身也是，我知道咩當方便，很方便。人家凍簡單啊。係啊。蒲師傅完全不藏私。其實料理很簡單，是，像我們用小農這些新鮮食材，都可以做出很好吃的東西。真的好，我們最後還要放什麼呢？那我們要來裝飾一下。好，那我們撒一點，這個是整塊帕梅松去刨絲的，對，跟那剛才是刨成粉的不一樣。是，它其實是同樣的東西。對，它預熱之後，它有不同的口感。對，那我們裝飾一下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那請蒲師傅端起來。好。像飛珍妹妹龍太家講，我唱太家什麼嘅？唱太家是松子蒜薑青醬蛤蜊麵。嚟啊！打開我們直接放進去哈。因為洋蔥有它很特別的甜味，要久煮，它的甜味就會出來。這個黑胡椒看你喜歡吃辣一點就放多一點。那我們喝湯的話，我們有顆粒也有顆粒的口感啊。就放啊，我看就鮮奶然後冷水，好都走在溶。已經有感覺，啊，哇，其實我喜歡有顆粒的感覺，這樣吃起來有飽足感。又撩哈。哎，懂營養。而且它的纖維保持得比較完整。是。食晒來食呀，我要學轉移嘅哦。捨不得講話。松子蒜香青醬蛤蜊麵。果然啊，用的食材不一樣，再加上小農非常精緻的食材，反而讓這個麵突出之外，我覺得這個醬很厲害，它可以扒住每一條麵條的每一個肌膚，哎，太厲害了。人家在入門師傅講，你看青醬都在不用結揪。慧珍姐說這可以放1個禮拜，我覺得不用放到1個禮拜。沒辦法，1個小時吧。只是太累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。剛才買糖豆，我聽到蒲師傅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，他說很簡單又新鮮的食材，
就可以做出很棒、很多层次的料理。那接下来我们用简单的食材做出简单又丰富的料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问题。我们口好渴哦，真的哈，可以做，不是做饮料哦。饮料我喝开水就好了。我们来做个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接下来要做什么汤呢？他介绍一家很厉害的汤，哎呦，新鲜南瓜浓汤。你就会崩铺咩？黃唔過冇強樣哦，你加兩隻絲，新鮮，很多新鮮。新鮮的黃埔牛湯哈，這個特別加新鮮，你一聽濃冇杯冇強樣嘛，好，所以我們這一段呢就是以黃色為主了。黃色有一種黃袍加身的感覺。黃埔因為它感應哈，最接色咧。好，我们小时候就吃到大，但是我们对南瓜却了解好像有点模糊，对不对？譬如讲，你家家有好些大拜来有种到黄埔的料理，南瓜的料理，可是我就发现说，我们的南瓜有很多的种类。今天要请到我们的卜大师傅来告诉我们你对南瓜的了解，好不好？今天人家做汤的黑两种。好，我们做汤的是这种，这是什么南瓜？这是我们一般台湾常见品种的南瓜。那其实南瓜很多品种都可以适合做汤，只是说每一个南瓜的含水，它品种不一样，含水量不一样，还有它的甜度也会有不一样。一般如果我们做菜的话，这些南瓜我们都可以用。那如果做甜点的话，大部分他们会喜欢用那种金黄色的那一种。橘色的，我懂，那一种，那一种。既然要煮汤南瓜，那我们就请2位美女先帮我们煮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南瓜。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去买南瓜的话，你说这是一般台湾最常见的南瓜吗？我也最常看到这种，这种颜色的色差是因为晒到太阳的关系吗？对，其实这个是有晒到太阳，这个是没有晒到太阳，就是。譬如说它长在那个地上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对。那如果是色泽均匀的，它可能是吊在棚架生产的。这种呢可能是种在地上慢藤爬在地上生长，因为它有接触到阳光，它才会产生叶绿素。叶绿素需要光嘛，它才会产生绿色。那这边这个颜色呢，就是没有晒到太阳。对。那像这不就一直都没有晒到太阳？这是品种的关系。品种了，吓我一跳。那这个品种为什么又不一样？那可能小时候还是绿色的，长大慢慢的变成它的颜色。是这样子。像这个它久了干掉以后，它也会变。它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颜色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买回家的南瓜可以放多久？看品种啦，还有看它的含水率。那以我们这2个品种来讲。一般的话，放上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难怪哦，那细时间像讲阿伯看年都有黄埔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南瓜。怎么家人都不买菜啊？就怎么饭里面有黄埔？南瓜汤。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材。好，根本的你去用的台湾它接很多的种来做浓汤。好，师傅来为我们开始示范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为了做这个，所以我们要把皮削掉。好，因为这个南瓜的成熟度很好，所以它的皮就是非常的健康。对，健康，然后很坚硬的。所以我先要拿来敷脸。因为这个皮有很多的胶质啊。是。台语说黏啊。对。我记得小时候奶奶。不小心弄到伤口，他会用南瓜的皮去敷伤口，真的哦，对，这么有智慧。对啊，所以我常觉得客家老人家，应该说老人家都很有智慧。我就想说，你怎么会用南瓜皮？因为它有那个胶质，它会抚平伤口。不过乡下生活就是这样，你些先来就想讲个皮做唔得事，都太用因头太阳地可以做南瓜浓汤。但每一个料理的方法都不一样。对。香港其实你黄埔虽然係甜嘅因为当英雄嘅很甜啊，所以莫是很多。其实基本代谢出我们体内不要的糖分。所以其实反而我们要适当适时的吃南瓜，然后善用它的营养价值。那我们切开就知道南瓜这成熟度够的话，就是还有辨别种子。
哦，变成种子如果够硬，是就是它的成熟度是够的。你说这个种子它够硬的话，就成熟度够；可是如果是软的话，表示它没有熟。对对对对，这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哎，我会觉得说它应该是软软的才是熟的。没有，不是的。那通常我们都会把这个囊去掉，你觉得囊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？一般的话我会洗一洗，把种子洗掉，把囊丢下去一起煮。哦，它其实是纤维。对，因为都是肉嘛，都是可以吃的，不要浪费。而且它的籽越咬越香。不过，你客家人会加冰糖哎，加冰糖。我们加的是冰，对，真的，冰有些人做的是。我阿公都这样吃。对，就热的、冰的都可以吃。对。因为我们为了快速方便煮，就把它切成比较薄。好，妈妈师傅来喽，师傅弄讲哈，黑讲地方卡住。其实家里人如果人口没有那么多的话，你就半颗，然后尽量切薄一点。这个浓汤，等一下我们在捣碎的过程中会比较方便。因为师傅搞太搞黑一种地方卡没做的粥的防范哈，有的人讲我可以用刚刚的料理机啊，没做的啦。好，你要水滚的哦。慧珍妹妹，我要问你一下，如果说浓汤没有喝完的话，你会建议隔夜再喝吗？其实煮这个要冻姜啦，嘿，冻姜，真饮冻姜，冻凤片啦，详细几道是煮几道，等下就不你滚，现在就让它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现在来调味，我们也可以加洋葱下去。哦，直接可以加上去，要切吗？需要切洋葱。那如果家里喜欢吃有比较爆香味道，你就先爆香洋葱。可以先爆香。对。如果我们今天做这种比较节省时间的，比较清淡的，我们可以看是要另外炒下去，或是直接我们切放下去一起煮都可以。因为洋葱有它很特别的甜味，让久煮它的甜味就会出来。它的甜味跟南瓜又某空央。哦。那我们直接放进去。直接好。打开我们直接放进去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就可以调味了。现在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其实做菜有很多方式，其实都是很简单的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放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叫做巴西利。巴西利末。巴西利，我们加一点干的，对不对？干的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需要那个胡椒，黑胡椒来。这个黑胡椒看你喜欢吃辣一点就放多一点，那如果不要那么辣的话，就稍微提味一下。那请问你们要辣一点？我要辣一点，那我就多下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讲先。我刚好按铃抢单，你有听到吗？好，那个我们等一下拌一下，然后再来。我要一个木匙，谢谢，大的木匙。好，谢谢。那等一下我们来放盐巴调味。好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好，再放我们的盐巴调味。调味完之后，我们师傅是不是要盖上盖子让它煮呢？对，让它煮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试咸度。好，那要煮多久呢？差不多10分到15分钟左右。10分，那我们算久一点，我们让它煮烂点，15分钟，好不好？可以。15分钟，好，我们盖上盖子喽。盖子，然后让它煮。15分钟以后做呢，看人家黄葡糖或边用白莫这块，15分钟。哇，15分钟哎哈，15分钟过后呢，看到人的黄葡哈，其實有點軟，不過有的還蠻愛軟。現在蒲師傅要做的動作是，我們把它攪碎，直接在鍋裡面搗碎。對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們剛剛說，一般來講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可能就拿到果汁機或者是攪拌器打到碎，然後倒出來。師傅嘅做法冇強咯。冇強用哦。冇強用，直接搗碎。當然是，果汁機是比較快了，對，只是說你還要去收拾善後的時候，還要再去洗那個。那我們喝湯的話，我們有顆粒也有顆粒的口感啊。對我來講，做哈好是有顆粒啊，我就比較喜歡有顆粒感覺的，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好像那個口感就比較不一樣。韓國其實自家全部卡全部按照 Q 啦，哈，營養價值全部又是落去。基本的味道也都有，对，吃出不同的口感。其实它的水分如果慢慢蒸发之后，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浓。对，这个其实看口感的，有人不喜欢喝那么浓，就是稍微有点水分，不是那种浓浓稠稠的话，这样也是每个人的那个口感啦。那如果你要大火下去给它
也没有关系。对。那你觉得压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就滚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加一点鲜奶油。好。那还没加之前，你可以先试看看那个咸度，看看够不够。来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来给我。好，你还没滚呢哈，师傅有吃过咸咸的哈。咸咸就咸蛋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我学了，来这里真好，学了好几次咸咸跳舞。做得吗？做得吗？做得吗？可以吗？做得吗？那我们好，这样的颗粒的大小差不多。是，然后接下来就要把我们的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鲜奶油。鲜奶油。对。其实家里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鲜奶油，对，也可以用牛奶，可以，鲜奶都可以。鲜奶，它只要让它的口感比较圆润。是。就我看就鲜奶然后冷水，好都做得溶。已经有感觉了啊。牛湯嘅感覺出嚟。好，謝謝。讓它滾一下哈。給它在裡面的味道綜合起來。對，如果你時間夠的話，你可以讓它燉久一點，它也會變比較濃稠。是，對。就像我剛剛說的，我們就一直攪拌它，等它的水分稍微蒸發，它就會變很扭。因為加了鮮奶油，煮久了也會變比較濃稠一點。那有時候我們是時間的關係，如果覺得可以了，也可以收起來。是。這樣子讓我想到南瓜燉飯，也就是把飯加進去，讓它一起燉煮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好聰明。好，其實師傅這樣就可以了，對不對？可以啊。如果我們不講說濃稠度的話，其實這樣的濃度就可以。也可以，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濃稠度不一樣。對。那我們就熄火起鍋。好，可以起鍋了。我們盛盤。哇，其實我喜歡有顆粒的感覺，這樣吃起來有飽足感之外，哈。如果你一餐只喝這個湯的話，我覺得也很飽足。還有料哈。懂營養。而且它的纖維保持得比較完整。是。對。好，在最後呢，還要我們用一點那個帕塞利，對不對？裝飾。放一邊的醬醬。好。安醬啊。安醬。再滴上剛才沒有使用完的鮮奶油。如果比較濃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畫愛心。是。有些比較稀，我們就用這樣。可以。好。謝謝。很棒。列出看到了新鮮的南瓜濃湯，為了怕你太熱，我們一起。謝謝你，真貼心。是。嗨，一樣的，請慧珍妹妹容你講，師傅請你說什麼該？新鮮南瓜濃湯。來啊。念单腔有形的米西，颜色的豆，以前细细时节是的米西，我们其实没有把它弄得很碎，没有打，我觉得它有它不同的一番滋味。这样呈现不同的画面，也可以做出一种不一样的料理的感觉。真的耶，我又把梵谷的话吃下去了。来，生奶糖哈，新鲜的哦。新鲜的南瓜呢？看看。念单腔有形的米西，颜色的豆，以前细细时节是的米西，就是奶奶的在家的家乡的味道。阿公阿婆的味。对，我爱吃豆。我们其实没有把它弄得很碎，没有打，我觉得它有它不同的一番滋味。这样呈现不同的画面，也可以做出一种不一样的料理的感觉。真的耶，我又把梵谷的话吃下去了。那感覺對鐵質度嘅披薩，
都面都爱痛啊，来感光来老爱这个乡村的味道都吃进去了。真的，就是大菜狗哈在跑步，对，真的经过师傅的巧手料理，然后不失去它原来的样貌。然后把它完整的味道呈现出来，甚至更提升了。谢谢。我要非常谢谢师傅，就是说，虽然你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深耕在客家地区，然后认识这么多客家的好朋友，然后利用我们客家的食材做出这么好吃的料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今天学到很多客家话，有。下次学更多，不只是客家话，还要做好多好吃的料理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慧珍妹妹就不一样了啊！刚刚茵茵在跟你聊的时候，我们虽然在认真做菜，跟她没有糖豆，就是讲，我吃到安後上做的对菜啲嘅小農做安清醒嘅事情，來吃到同本人感通，所以像我去春外間嘅時間，我日本，我有看到很多這樣子的店，他們可能只是簡單的生機飲食，或者是簡單的料理，他們也把小農的食材放在門口讓人家賣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世界性的趨勢。你店鋪係咪安尼去？係啊，我哋會做一隻小市場，係小市場，還有拿落菜做得自家煮本影客食，啊做得影客做得賣轉去，我哋希望安樣可以一直持續的下去。對，那其實小農也可以有它的一個那個銷售一個平台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我哋銀行啊做的是都動健康、動天然的東西。不過像安樣應該清新啊，就係有種問題哈，就係該係唔係嘛該菜單啊，會認為記得可能了解概念盛產什麼水果或是蔬菜，然後來設計我們的菜單。會哦，差不多會半年會一擺。哦。對，師傅會依照如果就是生產的季節性。对，然后再去调整我们的菜单。可以當好呢，我就講啊，你看3原色，食物的3原色就是這樣子，對不對？我們就是這樣子調配，吃出我們的健康，吃出我們的人生。還有謝謝二位對小農的用心，好不好？他帶來哈，還要帶後生的來，甚至可以帶小農來咯。我們再講好介紹一下，好冇？全部亮晒咯，謝謝。各位鄉親朋友啊，認識喺湖拍。也菜色的嘞，上到那些東西，有常是看到這樣的東西，一聽懂我說，唔該是下也很安全，也很健康。記得咯，那食物的3原色是什麼？黃綠紅。哇，你們好棒哦！好嘞，你很上一年眼神，喊那菜色，一聽呢，看到時間數塊呢，你嘎嘎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張來了，黃麗紅來了。使用小農新鮮好食材。從農產到餐桌，煮出幸福好滋味。希望大家食到健康又安心，希望大家